又揾一個組織啊，一個委員會就要求委員會咧就出信可能俾政府嘅法庭，話而家係非法拘留佢哋咁樣唔啱嘅。你啲人難民還難民，咁冇辦法，你就係拘留啫。而家有埋加拿大收留添，咁咧就而家條拖。另外嗰邊咧，阿傅氣秋嗰邊咧，嗰個叫做 China Aid，傅氣秋個專門救人嘅咧，佢就係已經通知咗國務院咧，而且國務院仲承諾佢喎，話會去干涉呢件事，咁就幾有希望就係因為咧老實講，加拿大咧就唔夠力嘅，泰國咧當加拿大冇到嘅，但係咧美國咧出句聲就爭好遠，咁我哋就希望咧就美國嗰度，佢哋話應承咗做㗎啦，咁如果美國出緊聲咧，佢就唔敢亂用送嘅，佢中殺送中嘅，我覺得咧就呢個比較，如果形勢都唔係咁差，先頭我哋都好驚，上次輸咗嗰個所謂嗰個 petition 即係請願啊，申法律申請唔成功咧，即係個法官話唔想影響啲中泰嘅關係喎，咁啊波算係唔成功啦。咁而家咧就係第二輪法律嘅行動加埋咧，如果有美國咧，如果可以教你幫聲咧，就生意遠。咁就我睇唔會發生嘅。如果傅氣秋講得話，美國國務院應承咗佢嘅，咁就唔會發生嘅。係咁喺泰國嘅律師嗰邊咧，就係準備入稟法院，然後就要求國會即係成立個委員會去調查張純燕被持續咁樣扣留喺個移民局嘅扣留中心呢個去到即係直頭要求一個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咧去調查呢件事。咁事實上泰國嘅議員都有為張純燕講嘢嘅，當然唔係第一個人啦，都係為呢啲得到難民身份亦都係即係聯合國難民署確認同時好似張純燕都得到一個國家確定係一個移民身份，直頭係一個叫做係準永久居民只要佢落到加拿大嘅土地咧，就可以申請永久居民。咁呢個係比政治庇護仲進一步添，即係連政治庇護個年期都唔需要申請，直頭係準呢個永久居民準 PR。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進展，有國家收入，機票都買埋。咁呢我哋律師就要求法院就即係向國會嗰方面咧成立個委員會要調查呢件事，有冇一個叫做咁樣嘅扣留係咪非法，或者係個法律問題係咪真係你成立嘅？你有冇咁樣？你居留所警察，即係泰國警察有冇權咁樣扣留？冇錯。咁呢個都係以前都有俾人送中㗎啦，但係咧我估咧以前咧就冇乜法律行動就拖加拿大都收留咗㗎啦，但係咧就拖到最後咧俾佢可能佢哋賄賂啦係嘛，賄賂嗰班警察啦，就送咗中。但係呢次我哋希望多次算係咧應該咧如果係有兩個法律動作，咁就話咧聽講佢哋律師話咧就話呢樣佢真係要送中嘅話咧，要去到內閣要內閣決定。咁即係話即係總理就知道㗎啦，總理而家翻咗嚟㗎啦，就而家就總理知道，咁就話咧就係又傳翻嚟咧，我哋聽到個總理咧就好鬼都好親中嘅，都同啲唱甜蜜蜜喺度唱卡拉 OK 同啲中國人一齊唱卡拉 OK 唱埋甜蜜蜜，你話親唔親中啊？所以真係都幾痛苦如果同呢啲友咧，你明唔明佢兩食兩邊嘅，又食美國，又食中國，去到咩都有機會呢啲細國家又好好，又係怪得佢兩邊同源咁就呢啲真係講到最後鬧上關啦，睇下美國嘅手關硬唔硬。我睇美國今次咧會有啲希望，我冇唔敢承諾，我哋都唔敢承諾。咁就係咧，起碼咧可以做嘅嘢真係做晒。咁食住就係，真係急住佢，差唔多半夜瞓覺佢都喺度急住。
即係可能我冇佢咁勤嘅真係，但係咧我真係唯一咧就係我哋可以出嘅影響力咧差唔多出晒。係相對於上次即係比較知名人士做到就係2015年，好似就係關嗱，總講評就一路因咧为就係关了放假睡觉消息出嚟，可能会就話佢係嚟泰國遣返嘅。咁話佢成説同阿董光平，因為董光平真係今年7月6月底啊，已經係由南韓國轉咗去加拿大多倫多，咁就成説經過11年，同阿董光平夾翻啲口供，就話2015年佢同佢老婆同埋個女係得到加拿大，又係呢種叫做移民身份，都係一個準 PR， 一落地就申請 PR 嗰隻。佢老婆同女咧就上到飛機，佢就上唔到飛機，然後跟住咧就俾警察咧就係架走攔落嚟，後邊發生嘅東西不是送中，係中共派人直接喺泰國嘅拘留中心將佢攞走，等於綁架，直接老人越境老人，然後就帶翻去大陸。但呢個唔係遣返啊，呢啲係公然違反國際法，去到人哋國家當泰國係臭四，然後就係將佢捉走。呢、個同桂民海嘅做法一模一樣。不過可能都未經過，即可能出面經過海關，即出入境嗰啲檢查都嚟嘅邊檢啊，冇經過邊檢嘅。桂民海又係冇經過邊檢，我問過警察總長係冇經過邊檢，就係咁樣佢哋綁架就係越境老人綁架，越境就送翻去。但係呢啲咁樣嘅跨國犯罪集團嘅典型嘅做法，咁對外咧就話遣返。呢個成説就係爆出呢個實情，就係綁架。桂民可以做到，董光明都咁樣做。而家中國呢啲咁嘅罪行啊，即係叫做罪行係累累啊！呢啲我哋一定要揭發嘅，就唔好再即係泰國當時又話遣返咗佢。呢啲就係我哋擔心張純耀會唔會咁樣俾佢綁架走咧？咁而家咧就起碼佢未翻到見到啦。我哋律師而家就有法難度，希望喺嗰個時間上能夠令到美國即係有足夠時間可以介入。今日國務院只要有一個信息去到泰國邊咧，咁就希望能夠張純耀盡早得到自由，就嚟到自由土地。好，董光明係咩罪啊？董光明有咩得罪咗中國？佢係6·4嘅支持者。明白。佢係主要將6·4嘅信息同埋組織組織一啲人咧，就係即係對中共都係一個叫異見人士，其實就係唔信中共，知道真相。佢係一再同嘅地方去逃亡。呢個人咧，即係哇，同我差唔多年紀，68歲都可以咁有呢種即係韌力體力好居然想坐橡皮艇，直接由山東去日本咪就係姓董嗰陣時，姓董嗰個唔係法輪功嚟㗎，唔係法輪功，係民運人士。6·4民運人士。冇錯，佢唔係當年嘅示威者，但係後知道個真相之後咧，佢係去同中共即係對着幹。總之就係宣傳呢個6·4嘅真相。咁呢啲中共就覺得好忌諱，好即係要眼中釘。咁而家就係多倫多邊盛雪就係幫手同佢安頓啦，喺多倫多嗰邊，所以就得到好多消息，證實翻當年佢同加拿大明明已經攞到身份，上飛機就差一步同張純耀而家係，所以我成日都話，而家張純耀等於女版嘅董光平如果真係不幸俾呢一個中共即係得逞嘅，所以我哋一定要設辦法嚟救翻佢出嚟。其實呢個係對香港議會同中共嘅一個鬥爭嚟嘅，好嘛？最近咧，我聽翻法輪功佢哋啲講嘢咧，法輪功嗰陣時咧就2013年咧就有個代表就喺香港，我同佢都好熟嘅，佢兩夫婦一個石山，一個就係叫做
後咧就全部推翻晒，對佢啲法輪功又好，對我哋香港又好，香港嘅抗爭咧全部推翻晒。咁咧就梁振英咧就幾次去集結去揾佢，所以成個嘢話咧話港獨呢件事咧，實際就係梁振英冇咁叻嘅發明港獨，係佢教唆梁振英叫佢提出話呢班人港獨，然後香港咧搞埋啲愛字頭啊，咁頂咁咧同嗰班電腦乜乜電腦啊直接嗰條線啊嘛，就一路就喺度又延期，原本話要普選又推遲，跟住2014年就係雙普選落閘啊嘛。實際呢個馬興瑞咧，而家咧知道咧，佢對付法輪功同埋對付我哋香港，因為佢可以直接對到習近平，其他嗰啲咧就係以前江胡溫啊、江澤民嗰啲人嚟嘅，即係佢哋係將拿住嗰個一國兩制嚟做嘢嘅。咁個馬興瑞咧就係政策，包括對台灣嘅政策都硬晒，全部都係改變咁。實際咧，習近平就聽咗呢條友，咁而家呢條友拉咗，最近咧就有可能會有啲變化。What has to go? So I listed on Vinted. Just snap a photo and list in minutes. Easy, right? Once it sells, the buyer comes shipping. 可能會有啲變化。佢拉咗佢之外咧，當然佢係可以話過去嗰13年，中共對港政策嘅一個即係扭轉，用以前即係只要都係跟翻一國兩制同英國人傾開嗰個大框架去辦事，佢哋就係赤裸裸一國一制，甚至喺香港，你頭先講嘅遠條路人，蕭建華咪咯，係咯，嗱，蕭建華跟住即係拉銅鑼灣書店林榮基同埋佢嗰啲同事喺泰國呢個咩桂民海，實際都係一系列嘅，實際就呢條友喺後邊就係罪魁禍首嚟嘅。個馬興瑞因為佢好大權力，呢個人好大權力，佢係同埋彭麗媛係同鄉嘛，就咁樣提升佢上嚟咧，準備呢個人將準備將來做總書記嘅，總理嘅。總理嘅後備人選係啦，所以你話習近平咧就有啲睇重呢個人，因為佢嘅背景又好喎，又係黑工大，跟住咧成個航空系列係佢嘅做頭喎，由航空系列轉過嚟做地方官，一路由廣東政法，跟住咧深圳，跟住咧就做成個廣東嘅書記喎，就嗰段時間咧就差唔多由13年開始，即係由習近平上任開始，就一路佢就係喺度，係變咗佢喺度。我好還炒嘅啦。2019年啦，7月嗰時係啦，佢嗰陣時就係主政啦。咁咧就阿侵華嘛喺維斯嗰度睇到啲軍隊入嚟，佢就即刻打電話，就係話叫習近平唔好咁嘅，就係指完嗰度。實際成件事咧，呢條友好有問題嘅。我哋成個由宋中開始，我哋香港宋中開始，一路到唔係宋中啊，喺叫做秦中環嘅戰中到宋中，跟住到一路國安法係呢個人傳嘅，就包埋之後，我就睇點解突然間佢轉個政策無辜辜轉得咁緊要，中國好少咁樣轉政策嘅，就係呢個人嘅罪孽，就係佢全程咧係廣東佢負責嘅。咁咧嗰個國安咧，香港嘅國安嗰個咧就係廣東省派過嚟嘅，成件事都係廣東省派過嚟。奇怪，嗰陣時那打字跟我的不一樣。講解放軍，我打一下。係嚟自新疆嘅。咁大家知道，馬興瑞後嚟就去咗新疆，2021年就突然間調去新疆。香港新疆化。女人的卵巢。因為佢哋都揾翻新疆嗰種維穩即係種族滅絕、文化滅絕呢種方法嚟對付香港人，所以其實而家香港係搞緊文化滅絕㗎，嗰啲拉書局嗰啲，咪就係文化滅絕嘅一種。我傳給你。
實咧成嗰啲傳咧就係呢條馬興水喺度喺後邊交嘅，咁就跟住咧就亂跟住就炒揾下夏寶龍，因為夏寶龍嘅浙江咧哦，佢係燒教堂拆十字架。係啦，咁就揾佢哋做即係做控制，繼續控制，但係實際呢個成個主意咧就馬興水就同埋梁振英啊，之後咧梁振英咧就經過佢嗰度咧，跟住香港成班南佬啊，唔係嗰班福建佬啊，福建佬咁樣叫做咩？叫做咩關咩？清關會係對付法輪功嘅。係啦，就實際嗰條線啊，清關會咧就係福建佬啊，就係又係習近平嘅兄弟嘅。阿石生喺佢節目見隻呢條咧，隻親嘅指揮啊！你記唔記得嗰個法輪功個印刷廠俾人燒咗？記唔記得？燒幾次啊！係咯，睇住有埋錄像推第一個原本咧，法輪功咧就喺個車站度都擺㗎，係咪？佢即係冇大擺美事啊！突然之間最後卒之咧，突然之間燒人哋印刷廠喎，咁就好嗰個改變好激烈嘅，實際就係呢條友。而家就拉咗去，而家拉咗佢人，仲而且仲貪咗好多錢，話咧就佢咧就係彭麗媛嘅手套嚟嘅。係啊，佢嘅老婆榮麗咧，佢同彭麗媛咧係手袋黨，咁然後就咁馬興瑞咧就亦都係即係叫做賄賂嗰啲高幹嘅另一半用嗰啲保險，香港買嗰啲保險。但呢個就係同阿鄧炳強都有可能會有分都有關係，因為佢老婆就係宏利人壽。呢個而家一路查呢個人咧就係起碼定定揀今次佢咧嗱，張有合就仲喺人大喎，反而佢咧就已經變咗柴啦，變咗柴啦，就變咗咧就已經定咗死緊，冇得翻轉頭。所以習近平嗰啲人咧幾個都出晒事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佢雙開添啊，開除黨就開除公職啊，係啦，一個馬興瑞習近平就失咗，跟住咧陳希又好盡力去對習近平，冇理由習近平自己搣死自己嘅，又係展群邊最新展嘅係邊個？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最近就傳佢接受調查，亦都甚至被抄家。江金權咧就即係等於習近平嘅造神運動，習近平思想嘅一個創建。佢支筆秀才嚟嘅，佢就係個支筆，佢有中國有支槍，有把刀，佢係支筆，而家支筆嗰時候都爛埋，咁啊知道佢四個字啊，四個字，第一就槍桿子，解放軍搞唔掂啦，你搞到張又同埋劉振立，解放軍都冇同你出嚟表態支持你。第二刀把子，黃小紅而家周身蟻，然後跟住錢袋子，美國佬做啦啦隊年底會公佈政治局7常委同埋25位委員，你哋嘅荷包海外資產包括加密貨幣數而家第四個字不乾子，江金權一鏟起，你睇下第二權嘅中心肯定係做緊嘢，冇理由習近平自己自己斬自己係嘛？唔係，而且冇佢自己人再代替嘅喎，一個俾人搣。嗱，而家最近咧就話咧王毅要退啦，王毅咧王毅身份好特別嘅，佢哋話咧王毅咧你查唔到佢老豆係邊個嘅，父母都查唔到嘅咁你諗下佢外交部長喎，而且仲係副總理喎，好高喎，查唔到佢老豆係邊個，咁你睇兩條眼嘅，你就知道佢邊個啦。我哋喺北京個個都知嘅但你睇佢兩條眼尾似邊個呢？涉嫌係周恩來嘅私生子啊！係啦，咁米斯健咧直情睇都似㗎啦。你睇下嗰個咩孟晚舟個額頭都唔使驗 DNA 啦喺北京，我喺北京嗰陣時都係王毅嗰個對個待遇好特別嘅，即係當佢好似佢係國務委員啊，
係個妹話當佢王子咁樣對待嘅。咁咧曾經咧習近平咧就揾兩個人去代替佢嘅，一個咧就係嗰個秦剛，一個秦剛，一個劉乜鬼嘅劉建國係嘛？劉建國嗰個肥地嗰個友咧，實際就係嗰兩個唔係劉建，劉建超。劉建超就去代替想接佢個位嘅外交部個位嘅，點知咧嗰兩條友無辜俾人爆料咧，就衰咗，所以佢哋後邊懷疑咧，就係王毅嘅好個背脊，王毅又係高手嚟嘅而且咧王毅同嗰班元老周恩來咧，佢有好特殊嘅身份。嗱，但呢個中共嘅內鬥咧，即係仲有一排搞㗎嚇，咁而家都係呢個。但係我睇唔到習近平有邊個人一個新嘅冇新力軍喎，全部一個俾人係咁跌咗，就佢而家咧唔係黃小紅又係大鑊，唯一就要最後就得個蔡奇喺度頂住。蔡奇而家都去咗去做黨校校長啦即係會可能真係要變職位要變動嘅先兆嚟㗎啦，呢個喺第二權力中心睇嚟嘅話。仲有嗰條友咧，嗰陣時坐喺胡錦濤隔離嗰個叫咩大咩係咪姓大嘅？嗰個幫佢冚住文件，唔俾胡錦濤睇過有律政司咧，原來雖然係退咗，原來好大勢力喺東北嗰邊好大勢力嘅，而家咧又要炒翻出嚟啦，又俾人炒翻出嚟啦，開始搞啦。所以咧，我話有人喺後邊咧幫佢哋算緊帳，一個係咁算啦。哇！一個省咁算啦，而家成個廣東省咧，基本上咧佢領導咧個黃坤明咧又喺度俾人審緊。黃坤明係書記嚟嘅喎，廣東省係輪候幾個省都係輪候，同喺習近平以前咧經過啲影響力嗰啲省咧，個唔係淨係群邊子，都失去地方勢力。所以呢個就絕對係有喺度，即係俾人喺度剪緊佢，但係咧就用呢啲咁嘅方法，唔係即刻拱冧你，即係佢哋話咧把種就擺喺度但係咧你乜嘢都要跟住做，如果唔係咧，你家人你周圍嗰班人咧，佢又錢快啲你要搞埋你家人，仲要得落抄埋佢哋啲家底情況即係咁美國嗰邊有壓力嚟喎，所以都幾即係呢件嘢真係複雜，真係。係啊，呢啲咧啱。今日大陸叫轉群邊嗱呢個就中共嘅內鬥咧，就我哋都即係喺度睇緊佢哋自己而家醖釀對美國嘅關係要變化啦。咁而家就係好明顯，習近平就借助美國，借助特朗普想翻身咁所以佢9月去白宮咧就必然㗎啦即係除非佢中途咧就中共突然間第二權力中心話你慳翻啦唔使你去啦但係喺外交方面已經應承咗美國東西咧，美國就要兌現即係第二權力中心都要揾習近平做神主牌，都要頂住㗎因為揾Trump 同佢站台，基本上係咁樣，係啦，就係咁樣，即係借助外力即係叫佢哋就咁樣撐住佢。佢話你冇咗我唔得㗎，我冇錯，即係呢啲人哋挾洋以自重佢挾美以自重習近平而家去到咁樣嘅即係江湖境地咁講特朗普咧，佢剛剛就係宣布咧即日起主要伊朗嘅軍方又好或者伊朗嘅勢力喺荷姆茲海峽向船隻發射武器，無論係導彈、火箭炮、無人機或者其他任何裝置，美國都會轟炸摧毀一座橋梁或者係發電廠，冇得揀總之呢個設施係會可能喺首都德黑蘭市內，話明係市內或者其他周邊，即係話你喺度搞一隻船，我就俾條橋炸毀，或者係一個發電廠，同埋
你自己去計數啦。但係你全國有幾多座橋，有幾多座電廠，你去搞啊！即係而家同佢喺度計數開價，呢個畫紅線畫到佢屋企門口，畫到去德黑蘭，歐文點睇？呢個好有價值。下咗決心㗎啦！而家咧就下咗決心，唔係話乜嘢，直情係消滅你呢個政權。有幾樣嘢啊，幾樣好值得睇嘅。嗰啲加油機啊，原本喺60架，喺以色列咧再加多60架。另外咧派咗1500個軍醫喎，喺德國嗰個之前咧所有嗰啲受咗傷嘅軍人咧，全部喺德國嗰度嘅，飛去德國嗰度喺嗰度醫嘅，再嚴重啲然後再轉翻去美國嘅。1500軍醫啱啱喺度 stand by 啦，喺德國嗰個唔知叫 Brands 咁上下嘅，嗰個專門搬嗰度一個好大嘅醫院嚟嘅，軍醫院嚟嘅。而家實際就係準備咧，根本就係準備下場㗎啦，同埋落地同埋其他7個嗰個海灣嘅國家同意晒㗎啦。咁就落地，咁佢其中而家最熱心嗰個咧就係沙地阿拉伯同埋阿聯酋，咁就直情出兵㗎啦。今次直情入到去同埋即係海灣聯軍啊，係嘛？聯軍就又揾埋嗰個庫爾德人咧，全部真係得講緊落地嘅，根本冇一個啲唔落地嘅政權。咁嗰邊咧，嗰邊就伊朗嗰邊咧又大翻，伊朗嗰啲革命衛隊又大翻喎，要出100萬啦，佢冇100萬嘅，差唔多有30萬度啦，最多30萬度嘅啫。咁根本就而家講緊一場真係避免唔到㗎啦，呢度而家大家都喺度去到場，冇可能投降都冇用。而家咧就算伊朗投降Trump 都唔信嘅，根本就係你應承咩都冇用。而家就係又去就係同佢爭場。呢個爭場改變政權都已經係美國都比較難，即係親自做。而家就要海灣國家咧就落場，咁就變咗而家海灣國家日日都俾佢射導彈啊，包括科威特巴林或者係阿聯酋即係亦都係射埋啲民用設施、海水發電廠，甚至而家開始可能好似上次咁，連機場都炸埋。咁呢個咁樣嘅做法咧，其他國家就點可以忍受？佢就進入瘋狂狀態。特朗普睇到咁樣嘅形勢咧，即係為咗即係唔好即係長痛，不如咧就而家短痛啦。仲有一個因素，以色列都未落場嘛。以色列話已經派咗人前幾日去㗎啦。咁咧，我估佢而家咧揾咁多加油機咧，又揾埋35個，即係意思咧，佢要制空權，攞晒絕對嘅制空權。咁派人入去嗰陣時，咪睇住嚟打咯，上邊保護嗰班落地嘅士兵而且咧有埋嗰個即係嗰個所謂軍醫，仲1000幾個軍醫喺度準備緊喎。如果而家準備出咗軍醫咧，就準備落場。如果而家準備出到軍醫咧，就準備落場。咁應該有啲大動作喺度後邊嘅。咁呢個就係喺中東伊朗嗰邊。咁喺美國國會都有啲大動作啊。琴日咧就係國會即係眾議院就砰一聲就216票對214票，就將嗰個拯救美國法案就打包，就係夾帶喺其他預算嘅法案入邊咧，就係眾議院就驚險過關，2票之差就過關。而家就剩翻參議院即係但係參議院似乎咧都有幾條喺度扭計，唔夠51，仲爭2-3票唔夠51。我估不過咧，阿 Trump 咧打到電話落去，佢哋話我聽講麥康諾啦，就算坐住輪椅都要翻嚟。佢即係阿姜同你攤牌㗎啦。你如果唔翻嚟，而家就係爭呢幾關，因為又唔需要60票啦。而家呢個貼住呢個咁嘅51票夠啦，51票夠㗎啦。咁你嗰個副總統就係副總統有1票啊嘛，所以咧佢50票可以容許2-3個人唔投票，但係嗰個喺咩嗰個叫做 Collin 係邊個州啊？應該係緬因州嘅 Collin 咧，基本上已經同意
咗之前，就我睇係就係量啱啱緊夠，咁變咗話都係要今日發生嘅，都係今日，即係如果唔係咧又放假㗎啦。如果今日可能佢放暑假㗎。今日禮拜四日啦，禮拜五可能最後一日啦。如果唔係又放暑假，所以阿侵去到咧搏到盡。如果呢個通過咗啊，咁你嘅中國又好，第日選舉又好咧，全部都掂晒。你一定要攞身份證入邊仲要寫埋，佢都俾埋錢佢喎，改你嗰個駕駛證裏邊咧話埋你係咪公民呢下就咁啊！佢每個州俾埋改翻佢哋啲登記，即係嗰啲嗰個所謂。即係佢駕駛嘅 license 上面註明佢係咪有註明你係咪 citizen， 係有冇權投票，咁你就遞出嚟第一下就得啦。所以幾好啊！呢個諗法，即係但係好密就係不過阿侵啲嘢咧，到最後咧一落壓定係個人一個個打電話咧，佢就係次次都幾好。上次嗰個所謂咩嗰個大義尾又係搞佢真係，佢同埋個 Johnson 有個搏晒命，呢啲又真係。似乎眾院呢個議長阿 Johnson 比參院嘅議長阿涂恩即係積極啲，同埋有把炮機會係嘛？涂恩不嬲都係 Rhino 嘅，佢咧就係麥康奈嘅跟班。咁麥康奈不嬲都同阿 Trump 唔啱嘅，唔知點解唔啱喎？阿 Trump 支持佢喎，嗰陣時個選舉冇阿 Trump 支持，佢根本選唔到。咁咧就，但係咧就係即係可能唔啱佢。今次呢單嘢就冇得話啦，呢單嘢太嚴重啦。因為如果你真係同佢搞嘅話咧，以後真係周圍啲朋友都冇揾啱啊！阿 Trump 話而家呢啲嘢真係好難嘅貼身。係啊，咁如果呢個整個美國法案其實就一句説話講晒，就係選舉要睇 photo ID， 選民要攞 photo ID， 咁簡單啫嘛。呢個喺我哋其他地方，無論係全世界嘅。就係唔係世界啦？加州嗰啲選舉官員向選民攞呢啲身份證明係犯法嘅，佢立埋法咁樣都夠膽死。呢啲係中佢哋，即係做佢哋嘅做出嚟嘅根本係一路都係個個都係話算到咁樣咯。美國啲錢又係算到而家39萬債，都唔知將來點還。呢排好辛苦啊！呢排個財長實在好辛苦啊！佢日本咧，哇，你住得好路。對呀。日本咧就要 call 翻啲錢翻埋嗰啲國債啊，買國債。咁如果買國債咧，如果冇人買咧，佢有個利息就唔升嘅喎，利息一升好膨脹啊！個國家支出啊，哇！佢而家個支出啊，即係嗰個利息啊，係由財政部支俾嗰個住啊嘛。你一升咧，你個利息一升咧，就佢嗰個負擔就重咗。咁咧，財長即係諗住唔出得聲。可能而家嚟咗個新嘅嗰個咩咧，都係冇辦法叫做 wash 啊嘛，逼住佢加息啊！你加息唔得啊！你唔加息冇人買呢啲國債。如果點啊？咁咪仲大鑊。唔係啊，特朗普話搞都係要減息嘅咩？而家又話加息。但係冇辦法，而家逼住形勢所逼，你唔可以知道減或者減又變咗冇人買呢啲國債。冇人買呢啲國債，你仲大鑊，咁點辦啊？你冇錢嘅，你直情冇錢，你入不敷出咁點辦？佢而家就係靠盜債過日，借債過日，仲喺度增加緊㗎，實際係呢個政府真係唔實，即係咁多年即係積重又搞咗積埋好多積重難返。積重難返啊！咁嗰陣時就啱啱整咗 Covid 嗰鑊咧，又係20萬幾到啦，整走咗20萬。嗰個叫做疫情嘅救助啊嘛，嗰啲發現金啊嘛。而家發現嗰度啲漏洞多到誇張。唔好講你美國漏洞，加拿大都好多漏洞啦，而家要追翻啲數啊！加拿大嘅稅務講要有呢班喺疫情期間，即係攞多咗或者係唔應該攞又攞咗嗰啲，要嘔翻出嚟啊！係啊，如果唔係要告佢
心個形勢唔係咁好嘅啫。第一佢嗰個所謂個經濟人民對佢經濟雖然咧佢就覺得好多錢泵佢入嚟，但係個人民嘅感覺啊個經濟唔係咁好嘅，有70%唔係話佢唔睇好嘅經濟70%選民啊，嗰啲民可能咧即係橫街話拍晒手嗰啲就好啊，但係嗰啲人民咧就唔經常咁油價又升翻，跟住咧最苦咧就因為我嗰陣時咧打疫情嗰陣時我話啲棺材抬翻嚟啲嘢好找嘅，呢件嘢電視上咧 show 嗰啲棺材咧好找嘅，你睇咩㗎？美國又出錢啦，去幫佢打咯喎，但係而家又出人喎，揾咗人命咯喎，如果學演樂師同佢冇關啊，因為冇人交俾個船，全部貨嗰啲就人哋船嚟嘅，佢石油咧美國自己大把石油都唔需要你石油，咁人哋問翻你咧，到底你為乜嘢打？咁佢唯一個藉口就係為唔俾佢合會，唔俾我有合會，唯一就係講呢樣嘢，其他佢冇晒原因，你講唔出理由去打仗仗，啲人民真係厭戰美國咁多年嘅，成日都又出錢又出名，咁我都同我打完之後，好似同美國冇關係，你話阿富汗同美國有乜關係？乜嘢關係都冇伊拉克同美國有乜關係咧？全部都係即係嗰啲全部都使咁鬼多錢。嗰隻就叫做國際警察啊嘛，維持政治啊嘛，結果違法正義呢都真係太貴啦，咁啊維持法美國警察。我以為要打㗎嘛，咁維持唔到你使佢走㗎啦，佢都老圍上坡喺度，佢都冇人敢撤兵喎，一路都係而家伊拉克都未走晒㗎。咁啊，但係伊拉克要睇住嘅，伊拉克因為咧伊朗當時伊朗戰爭，伊朗想成鬼埋佢㗎，你講話即係想控制佢㗎，因為佢嘅宗教因素啊嘛，咁一個遜尼派之間嘅問題，咁就呢啲我哋戰場就姑且就日日都變啦，咁而家已經炸到第12日㗎啦，咁就已經特朗普都炸埋啲變電站。暫時未炸到你嘅即係個發電站，炸啲變電站。變電站即係話嗰啲 substation 啊嘛，咁呢個都係好攞命啊！變電站炸咗呢隻咧，減由2000磅減到100幾200嘅。係啦，咁同加拿大咧，美國就宣布向加拿大徵收50%嘅懲罰性關稅，有4大理由嘅。第一，你嗰啲酒類進口限制美國嘅酒，加州嗰啲好多地方嗰啲酒咧，有成8個省加拿大係將呢啲美國酒價第二汽車關稅同埋出口限制。第三，嗰啲乳製品啲乳製品歧視美國即係包括啲芝士或者係啲乳酪，咁但係俾歐盟咧就更優惠嘅市場進入，但對美國貨咧就有呢個即係叫做限制或者係市場歧視。第四就施壓貿易協定談判，由於美國先前咧就拒絕以現行嘅形式續簽美墨加協定，美方咧就企圖透過高額關稅摧毀加拿大嘅談判籌碼，所以加方咧就喺接下來嘅談判入邊咧就要美國要逼佢作實質讓步，所以就加呢個懲罰性關稅，就唔係就同生果無關嘅。點睇咧？而家就對卡尼製起一個致命嘅一擊喎。大鑊啊！卡尼原本話好呢幾日要開幕嗰條橋要開幕係嘛？都取消咗。7月27號開幕典禮取消咗啊！即係太醜啊嘛！大佬，你成條橋喺加拿大出錢嘅，但係一開始咧啲收錢就大家分喎，對分喎。美國要對分，即係情讓步讓到離晒譜，成日都話搞掂美國，卒之搞掂咗自己，搞唔掂美國，搞掂咗自己。真係大鑊！呢個50%稅加咗佢唔使還嘅，根本就唔使還所以我話大概七成幾嘅加拿大貨品都係賣俾美國，都要加50%喎。咁呢個又點解你覺得佢Trump唔同嘅，就係搞到你跪低為止，真係要你跪低啊！要你跪低，卒之都冇晒辦法咧，佢就真係形成呢個逼你嚟，起碼幾個州，你哋幾個省過咗嚟先。唔係
大鑊啊嘛。過咗Saskatchewan 同埋 Alberta 話要過啊嘛，係咪話要過嚟美國？點解 Alberta 啫？Saskatchewan 要未曾有 agenda 係 Alberta，但係佢啲語氣都係喎，啲語氣咧就親美喎，係嘛？而家唯一得個 Ontario 喺度死頂嘅。Ontario 咧就同自由黨嗰邊就即係 elbow up 啊嘛，對美國啊，結果咧就冇乜本錢嘅你嗰啲貨全部都南下，即係10件貨品有7件都南下，甚至多過7件，咁你又話要揾中共嚟對付美國，習近平咧就仲要就徵收你關稅，啊，即係習近平又攞咗個好處，係啊，電動汽車。1年俾佢入咗買㗎，跟住係啊入咗嚟啊，而家開始7月開始過啲暑假都開始買㗎啦，又跟住加你關稅，你係咪賠了夫人又折兵呢個卡利？你係咪真係個腦係咪生草咧？但係呢個係你哋嘅體制問題嚟嘅，你咁樣無辜辜唔使選舉都可以做到總理咧，又唔使負責喎，完全唔使向人民負責，呢個問題就真係體制問題。而且你講到最後，加拿大嘅主權其實仲係歸於我。Do those LED eye masks really do anything for the skin? I'm a board-certified dermatologist, and longtime partner with Omnilux, and this is the LED device I trust for anti-aging. LED stands for light-emitting diode. 仲係歸於我。係英皇係我哋嘅最高領袖啊！係咯，主權好緊要。咁大佬咁大個國家點可以主權歸人哋咧？自己諗講嗱，可能講唔通。雖然係形式上，但係實際咧就係唔係全部都係你嘅。講到最後咧都係唔係完整嘅主權。你加拿大唔係一個完整嘅主權啊，所以真係查案嘅成件事。好啦，今次都係阿侵一步，如果阿侵做埋嗰啲幾年就玩完㗎啦，就咁落嚟㗎啦，係點樣落去㗎啦？國會都停唔到佢，對付加拿大國會冇聲出㗎，係佢嘅問題。佢控制到個貿易嗰個叫做貿易代表啊嘛，佢控制晒咗，由佢話事。咁你再做多2年幾喎？年幾到時候淨加拿大攞命嘅。即係呢個加美盟而家變咗係逐年簽咪要好似美國加拿大中共嗰啲最惠國待遇咁樣。係啊，同埋加拿大啲資本流緊過嚟美國，大量出流緊過嚟美國，啲工廠由邊個嚟？啲錢咧又喺度嗰度美國流緊，流失得好緊要啊！美國加拿大嘅資本，人才咧走佬啊啲人。人才至大鑊，從啲大學畢業嗰啲咪俾美國去吸收晒，尤其是嗰啲 AI 人才，全部俾鬆晒貨。咁辛苦培養啲 AI 人唔錯㗎，加拿大啲學校真係唔差㗎。而家咁樣，卡尼似乎都冇招喎，冇得還手啊！一籌莫展，一籌莫展。咁點解要同阿特朗普死佢唔同佢鬥，佢做唔到總理嘅全球，佢成個鬥嗰個就係靠佢，就係靠反阿侵，所以就嗰啲人民話：係啊，你嘅反啊，以為佢有能力可以鬥贏阿侵，點知你得把口嘅，呢條友完全冇能力嘅。佢而家咧仲要挨佢英國添，佢而家同英國嘅新嘅總理咧又溝通喎，想留埋英國一齊嚟對付美國。呢兩條友都係病嘅，呢兩條友兩個國家都係病嘅，點解兩個病人多一個病人佢其咪強實好像咗很久沒有吃那個avocado。兩個藥人嚟鬥阿啊，侵，我即係開玩靠到。笑兩個陳。對啊，因為都沒有買到好的咯。佢未做首相嗰時已經揾佢傾偈，傾掂先㗎啦。咁就話咧，基本上咧就係攞嗰個所謂英倫銀行啊，嗰啲決策咧而嚟波頭話喎，係咪咁簡單啊？即係你唔入佢以前喺英倫銀行嘅總裁嗰個主席啊嘛，佢而家基本上個決定權咧，即係同佢不幫我起來之後去看一下有沒有賣。
我是记得我没看到，有看到我通常一定会买一下偶尔吃。可以一起会去买一个花生鸡面，听你去。你刚才不过，没有啊，牛肉的味道啦。我好像有点臭味。嗯，那毕竟是特价牛肉了。小盒子罐头。喵喵喵喵。这是嗯，第四，怎么吃完？所以刚才因为就想起回很多澳洲的回忆嘛，然后所以就想起然后就传上去，然后就跟凯子聊一下，然后之后呢，我有刻意提了，就说我约的是因为在台湾找卵巢，对。哦，所以你才会乱炒。然后之后他就只是回答，就说他之前那回来他没照过，他已经有，就是太久了。他说他有照过，他好像只是子宫有卵巢还怎么样的，然后反正他没有，他完全没有在回应过关于回台湾的事情。那他很明显呢，其实基本上没有
会这样。不然啊，对对，现在已经都很晚了，都半夜了。对，很多睡觉啊，都跟想说会每天再仔细回，大概还没有想到要约你。其实我忘记了，其实我以前也已经曾经过到这个时候没有困的时候。我是觉得大概，怎么说呢？我是觉得他大概是生活是很依赖俊廷，然后大概俊廷没有特别想跟我们做朋友的，他大概就不会。这是我觉得可能那个就是让他没有了那个心想要来往。可能吧，对啊。可能具体有他的生活圈。当然，我好像有印象记得，就是上一期去看小舅做手术那一期，我不确定是那一期好像是有约他出来，然后其实那一场就他自己出来而已。因为那些应该就是你已经回来美国了，然后我是在香港，然后就回去台湾一次这样子。然后这里面好像觉得，第一就是他自己出来了，第二就是觉得都很，就感觉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感觉他很想要继续这个。人是会变的啦。